好，来继续要来讲的是帕金森这个病症。台湾目前大约有4万人带着这种的病，唔通抓准讲这种的病是老大人的专利。目前带病患者是愈来愈少岁，有一个张先生40岁就来抓病，当时出现的症状就是手会颤。 走路袂稳会跌倒，开始食药啊治疗，这2年嘛开始做脑部深度的这个刺激术，即嘛已经恢复到袂歹的生活品质咯。对主治医师这位切鸡卵糕，伊是今年59岁张先生，伫咧伊40岁时阵得了帕金森氏症，当时手会颤，行路会跌倒，严重到无法度照顾家己。最后就是走路已经不稳，需要大概。 甚至有时候5分钟都没办法站立得很稳，那就走回家走到一半就黏住了，需要旁人帮忙叫救护车来吧。伊伫咧开刀进前，行路拢爱人扶咧，又要控制真有效。和医生讨论过了后，会当做脑部刺激的手术，有健保补助。张先生伫咧头壳内放晶片，生活恢复正常。医生嘛提醒，即马得到帕金森氏症的人愈来愈少年。好发年龄大概是在。 55岁上下了，比较年轻就有这个症状的病患，确实是有比较多一些。即马帕金森氏症，唔知是安怎会得到这个病，不过确实有部分和遗传的基因有关系。若是有好好运动，和3顿正常食，提早发现、提早治疗，对预防疾病拢是有帮助的。